俊进老师，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好。首先自我介绍，我叫阿成，我现在21岁了，我是大学生，在斯瓦诺芬大学学习汉语。我来自状况，我家有6口人，有爸爸妈妈、2个妹妹和1个弟弟，和我。我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，我2个妹妹和弟弟他们都是学生，在高中学习。我爸爸现在42岁了，我妈现在40岁，我的大妹现在18岁，我的弟弟16岁和我的小妹是14岁。进去来说说我的一天，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7点吃早饭，7点半去学校，从8点上课到11点下课，下了课我就回宿舍吃午饭，然后12点半去学校，从下午1点上课到4点下课，下了课我就回宿舍吃，然后7点吃完饭，晚上8点我准备学习汉语，做作业，练习课文。我最喜欢学习汉语，因为汉语对我很感兴趣。学汉语可以变我的生活，学汉语可以看到我的梦想。我的梦想是翻译和想跟中国人一起工作。我的爱好是运动，我喜欢踢足球和跑步，因为这些运动可以锻炼身体，还可以让我快乐。踢足球还是跑步的时候，还可以放松自己和让我身体健康。放假我打算去我的老家看看爷爷奶奶，因为听说那个地方天气特别好，自然也很漂亮。他们的特色菜是口语，听说味道很好吃。我还打算去找老朋友，因为好久不见了，我很想他们，想跟他们一起去玩，跟他们聊聊天，这就是我的打算。谢谢老师。好的。